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靜心人生道。宣判嘅日子終究仲係嚟了。我坐喺冰冷嘅木椅上，睇住法官準備落下佢手中嘅木槌。咁唔止係對我嘅仔楊仕賢嘅判決，亦係對我呢個母親一生嘅判決。我嘅師父蔡佩珊，佢成功了。佢把我嘅仔塑造成一個失敗嘅丈夫，把我變成一個病態嘅婆婆。就喺個決定我哋母子命運嘅木槌即將落下時，一個自論卻清晰嘅聲音響起，劃破咗法庭嘅死寂。係我嘅孫女9歲嘅楊采妮。佢問法官：法官大人，我可以給您睇一個我媽媽唔知道嘅秘密咩？成個法庭都聾住啦。當采妮顫抖住把佢嗰台熒幕有裂痕嘅舊平板電腦連接到法庭嘅大熒幕上時，所有人都屏住咗呼吸。當影片開始播放時，整個法庭陷入咗一片死一樣嘅寂靜。喺故事正式開始之前，請留言過俾我哋聽，您正在邊個城市收聽呢個故事，亦別忘記按讚同訂閱，咁樣呢個頻道先能夠成長，並為你帶嚟更多觸動人心嘅故事。要明白嗰日閃解會走到嗰一步，故事必須從嗰啲睇似平靜嘅日子講起。人家話呢個歲數係該行美濃孫享清福嘅年紀。我嗰啲老朋友有嘅喺通訊軟體上分享環遊台灣嘅照片，有嘅忙住去上插花課跳國標舞，而我呢，我每日嘅幸福係從清晨5點嗰支喺黑暗中規律又孤獨響起嘅鬧鐘開始嘅。整個社區仲靜悄悄嘅，連窗外大馬路嘅車聲都仲好稀落。呢棟位喺台北內湖區嘅公寓，瓷磚地總係冰冷㗎，嗰股寒意每日朝早都從我嘅腳底板鑽上嚟，好似喺提醒我新嘅一日又開始啦。我嘅仔仕賢7點鐘要出門上工，我嘅師父佩珊早餐前需要一杯溫嘅檸檬水，而我嘅孫女采妮只喜歡食去掉麵包邊嘅雞蛋三明治。一家3口，3種不同嘅腸胃，3種不同嘅習慣。我靜靜地走進廚房，淘米嘅水聲嘩啦嘩啦，菜刀切喺砧板上，發出清脆嘅扣扣聲。我俾仕賢燉一鍋小小嘅排骨蘿蔔湯，呢湯頭係佢小時候準備大學聯考時，我最常替佢捱嘅。佢話早上飲點熱嘅先至有精神。我俾佩珊榨一杯檸檬汁，溫度要啱好。仲得仔細咁濾掉每一粒籽，佢怕苦，亦怕麻煩。然後我烤好吐司，用模型壓成星星嘅形狀，再切掉4邊嘅硬皮，煎一粒剛剛好嘅太陽蛋，俾采妮。7點差一刻，所有東西都安安靜靜咁擺喺餐台上啦。仕賢總係第一個落樓，佢而家已經係科技公司嘅主管啦。但喺我面前，佢好似仲係當年嗰個瘦弱嘅少年。媽，辛苦啦，佢話，聲音仲帶住憤意，接住就坐低落嚟，呼嚕嚕地含湯。嗰熟悉嘅聲音總能讓我安心一啲。我睇住兒子嘅背影，感覺有啲駝了。我唔知道咁係工作嘅壓力，定係呢個家嘅重量壓出嚟嘅。我想問佢工作累唔攰，要唔要媽再幫你燉點補品？但佩珊亦落樓啦。我嘅星婦好漂亮，即使快40歲啦，皮膚仲係白色，身材亦維持得好好。佢着住一套絲質嘅居家服，從我身邊走過，帶嚟一股淡淡卻疏離嘅香水味。假味道聞起嚟好貴，跟廚房裏邊食物嘅油煙味格格不入。媽，早安。佢話，但眼睛係睇住上嗰杯檸檬水嘅，上嗰杯檸檬水嘅，上嗰杯檸檬水嘅，上嗰杯檸檬水嘅。佢坐低嚟，劃住佢嘅手機，偶爾啜一口水。佢嘅視線掃過仕賢那碗湯，用佢一貫甜美嘅聲音話：仕賢，礁石食咁有利，對身體唔好，膽固醇會太高嘅。我同你講過好多次啦。仕賢冚湯嘅動作停咗一下，佢低下頭，湯匙輕輕碰到碗邊，發出清脆嘅一聲響。佢抬起頭睇下妻子，又睇下我，一臉為難。
媽亦係為我好嘛？佢小聲咁話。佩珊冇再講嘢，只係嘴角輕輕咁揚咗一下，嗰係一個冇溫度到唔了眼底嘅笑容。我知道佢又喺心裏笑我呢個做媽嘅土氣，唔懂得科學咁照顧身體。我默默地轉身，企喺廚房門口，雙手不自覺咁交握住，感覺自己好似個多餘嘅局外人。冇幾耐，采妮亦睡眼惺忪咁跑下樓，頭髮仲有啲亂。呢孩子係呢間大房子裏唯一嘅陽光。阿媽，佢跑過嚟，抱住我嘅腿，我摸摸佢嘅頭，把三明治遞俾佢。采妮乖，食完要去返學啦。媽媽，你今日要去公司嗎？采妮問佩珊。對啊，媽媽下晝有個好重要嘅會議，你喺屋企要聽阿媽嘅話，知道嗎？佩珊揸着，眼睛始終冇離開佢嘅手機熒幕。一頓早餐就喺咁樣嘅安靜中結束咗，跟平常嘅每一日一模一樣。事然同佩珊去上班，采妮坐上學校嘅娃娃車，100多平嘅房子突然變得空曠得嚇人。我開始做我嘅工作，收拾碗盤、擦台、拖地，然後係洗衣服。事然同采倫嘅衣服，我丟進洗衣機；佩珊嘅衣服，我得一件一件用手洗。今日喺佢嘅待洗衣物籃裏，有一件酒紅色嘅絲質洋裝，又軟又薄。我記得佢上個周末穿過，話係去參加公司嘅晚宴，仲對我話：媽，呢個可係意大利嘅名牌，着起嚟係唔係好有氣質？我當時笑住點點頭。我把洋裝攞起嚟，睇見領口嘅地方有一道模糊嘅口紅印，嗰顏色比佢慣用嘅要再鮮艷一啲。大概係宴會上唔小心沾到邊個嘅吧。喺嗰種場合，人多擁擠，難免嘅。我心裏咁諗住，努力說服自己。我小心翼翼咁喺臉盤裏放滿冷水，倒進溫和嘅洗衣精，輕輕地搓揉住嗰件洋裝。我呢雙67歲嘅手滿係皺紋同青筋。呢雙手抱過孩子，為丈夫補過衣服，喺三重市場賣過菜，先至把史賢拉拔長大。而家呢雙手正在洗一件我連價錢都唔敢問嘅昂貴衣裳。正在陽台晾衣服嘅時候，門鈴響咗，係對門嘅張太太張美玲。佢端嚟一盤自己做嘅紅龜簋，乳牙子。張太太睇住我，有啲心疼地話：你最近點瘦咗咁多？要好好保重身體耶。事賢仲好嗎？工作順利嗎？我只係笑笑，都好都好。佢工作好努力，謝謝你嘅虧，睇起嚟真好食。張太太嘆了口氣，冇再多講乜嘢。有時候外人嘅眼睛比家裏嘅人睇得仲清楚。我收下嗰盤簋，道咗謝，關上門。我靠喺冰冷嘅大門上，聽住自己嘅心跳聲，好慢，好沉。以前嘅老鄰居都話我有福氣，老咗能被兒子接到台北住大房，乜嘢都唔使愁。係啊，我係乜嘢都唔使愁。為咗買呢間衫啊，我把我三重嗰間住咗40年嘅老公寓俾賣咗，把所有積蓄都俾咗事賢。我仲記得我老家嘅地板係溫暖嘅木頭地板，踩上去總有種安心嘅聲音。而呢度嘅地板永遠都係冰嘅，我只覺得孤單，仲有冷。嗰股寒意唔只係嚟自每日清晨嘅瓷磚地板，而係從呢個家嘅中心慢慢地一點一點地滲透出嚟嘅。嗰日晚上，我跟平常一樣喺廚房裏準備住晚餐。我燉咗一鍋紅燒肉，係事賢最喜歡嘅家鄉口味，小火慢燉嘅醬油香氣混着八角同冰糖嘅甜味，慢慢地溢滿咗整個屋。我仲炒咗一盤清脆嘅青菜，蒸咗鍋裏嘅白米飯。我想，不管白天喺外面有幾累，返到屋企能食上一口熱騰騰嘅飯菜，總能暖和一下疲累嘅心。6點半，大門嘅電子鎖響咗，係事賢返嚟了。我返嚟啦，佢嘅聲音聽起嚟好疲憊。佢換下皮鞋，把公事包隨手放喺玄關嘅櫃子上，然後走進嚟，直接癱坐喺客廳嘅梳化上，連領帶都冇解開。
佢嘅膊頭跨住，整個人陷喺梳化裏，仿佛連骨頭都累啦。今日好攰咩？我從廚房探出頭問佢，佢只係搖搖頭，眼睛閉住，眉頭卻緊緊地鎖在一齊。我睇住佢，心裏有啲心疼。呢幾年佢越嚟越沉默，笑容亦越嚟越少。我總以為係工作太辛苦啦，卻從冇諗過，或許辛苦嘅唔止係工作。就喺我準備把最後一道湯端上台時，門鎖又響咗。呢次係佩珊，佢踩住高踭鞋，發出扣扣扣清脆又急促嘅聲音。佢冇好似往常一樣喊一聲我返嚟啦，而係徑直走到客廳，把佢嗰個昂貴嘅皮包用力咁甩喺沙發嘅另一頭。空氣瞬間凝結咗。我端住湯愣在原地，架鍋湯嘅熱氣仲喺度往上冒，但我卻感覺到一股寒意從腳底升起。視然亦都擘開咗眼睛，坐直咗身體。佩珊，你親。視然嘅話仲未講完，佩珊就從佢嘅大皮包裏攞出一個厚厚嘅牛皮紙信封。嗰信封睇起嚟好正式，上面印住黑色嘅字。佢睇都冇睇我哋一眼，手一揚就把信封掟喺咗我哋面前嘅茶几上。信封撞到玻璃彩面，發出啪啲一聲脆響。假聲音不大，卻似一粒石頭，重重地砸進咗呢個家嘅寂靜裏，激起一片驚惶嘅漣漪。呢個係乜嘢？視然嘅聲音有啲顫抖。佩珊終於抬起頭睇佢，佢嘅眼神係我從未見過嘅冰冷同陌生。咁唔係妻子嘅眼神，亦唔係母親嘅眼神，咁好似係喺度睇一個同佢毫不相干，甚至讓佢厭惡嘅人。你自己睇，佢話，聲音平淡得冇一絲起伏。視然猶豫咗一下，伸出微微顫抖嘅手，攞起咗嗰個信封。佢嘅手指係咁僵硬，撕開信封封口嘅時候，發出刺耳嘅撕裂聲。我嘅心亦跟住個聲音皺咗一下。佢抽出一沓厚厚嘅紙，低頭睇咗起嚟。我睇住我嘅仔，我睇住佢嘅面色，從疲憊嘅蒼白，一點一點咁變成咗震驚嘅鐵青。佢嘅呼吸變得急促，拿住文件嘅手抖得越嚟越厲害。嗰啲白紙黑字究竟寫咗啲乜嘢，能讓一個40歲嘅男人害怕都似個孩子？係乜嘢？到底係乜嘢嘢？我心裏着急地問住自己，腳步卻似被釘喺原地，動彈不得。突然，視然手裏邊嘅紙張散落一地，佢整個人像係被抽走咗所有力氣，重重地跌咗回沙發，雙手插進頭髮裏，痛苦咁抱住咗頭。閃解。佢從喉嚨裏擠出幾個字，聲音破碎得似被踩過嘅玻璃。佩珊，你點解要咁做？我再也忍唔住啦，我放下手裏嘅湯，快步走過去，掹低身，執起一張飄落喺地上嘅紙。紙張好厚，帶住一種官方文件特有嘅冰冷觸感。或許只係公司嘅乜嘢文件吧。我徒勞地欺騙自己，但係嗰幾個又大又黑嘅字，唔俾我任何逃避嘅機會。離婚起訴狀。我嘅世界喺嗰一刻仿佛停止咗轉動，我嘅耳朵嗡嗡作響，乜嘢聲音都聽唔見啦。我只睇到嗰幾個字，佢哋好似有生命一樣喺我眼前扭曲放大。我繼續往下睇。原告蔡佩珊，被告楊視然。離婚理由嗰一欄寫住密密麻麻嘅字，我努力擘大眼睛想睇清楚嗰啲字。精神暴力、情緒不穩、長期漠視婚姻責任，呢啲詞每一個都似一把尖刀，狠狠咁刺進我嘅心臟。精神暴力，嗰個連對我講話都唔敢大聲嘅孩子；情緒不穩，嗰個從小到大連一句重話都唔敢對我說，連踩死一隻螞蟻都會難過半日的視然嗎？不僅如此，上面仲寫住我呢個做婆婆嘅過度干涉佢哋嘅婚姻，話我嘅存在就係一切矛盾嘅根源。呢幾個字比刀割仲停，我嘅手亦開始發抖。嗰張薄薄嘅紙，我卻覺得有千斤重。視然，唔要 care，有媽在。我回過神嚟。
本能咁伸出手，想去拍拍兒仔嘅膊頭，俾佢一點力量。我嘅手仲喺半空中，佩珊冰冷嘅聲音就響起咗。佢雙手抱喺胸前，下巴微微抬起，全身散發住一股冷酷嘅驕傲。媽，呢個唔關你嘅事。佢話，語氣裏帶住一種不容置喙嘅命令。呢個係我哋夫妻之間嘅事。我抬起頭，對上佢嘅眼睛，嗰雙眼睛裏冇一絲一毫嘅愧疚或是不忍，只有冷漠同決絕。佢話，我哋夫妻卻把我呢個婆婆，把呢個家徹底咁排除在外。我呢個先發現，佢早已唔係當年嗰個挽住視言嘅手，甜甜地喊我一聲媽嘅女孩啦。佢變成咗一個我唔認識嘅冷酷嘅陌生人。就喺呢個家幾乎要被撕裂嘅時刻，我眼角嘅餘光瞥見咗一個小小嘅身影，係采妮。佢唔知道咩時候已經企喺咗佢自己房間嘅門口，佢身上仲着住學校嘅制服，懷裏緊緊抱住佢最喜歡嘅那隻泰迪熊。嗰隻熊嘅耳朵已經有啲脫線啦，佢冇喊，亦冇講話，佢只係靜靜咁企喺嗰度，用一雙比佢年齡成熟太多嘅眼睛睇住客廳裏呢個混亂嘅一切，睇住崩潰嘅父親、冷漠嘅母親同不知所措嘅阿媽。嗰雙清澈嘅眼睛裏冇驚慌，只有一種令人心疼嘅沉靜嘅悲傷。嗰晚嘅飯菜都涼咗，紅燒肉嘅醬汁喺碗邊凝結咗一層深褐色嘅油光，青菜亦失去咗原本翠綠嘅光澤，軟塌塌地躺喺盤子裏，冇人動筷子。客廳裏只剩低自然壓抑嘅粗重嘅呼吸聲，仲有牆上時鐘滴答滴答，仿佛喺計算我哋母子倆仲剩低多安寧嘅時間。佩珊喺訂下那封信後，就轉身進咗主臥室，關上咗門。嗰扇門好似一道無情嘅閘門，把呢個家分割成咗兩個世界。一個世界裏係我哋嘅驚慌失措，另一個世界裏係佢嘅冷靜同算計。采妮不知道乜嘢時候，亦悄悄地返到咗自己嘅房間。我甚至冇聽到佢關門嘅聲音。假孩子總係安靜得讓人心疼。客廳裏只剩低我同我假40歲卻知個迷路孩子一樣無助嘅兒子。我扶住法院嘅膝頭哥，慢慢地從地上企起來，把散落一地嘅文件一張一張地執起來。我把佢哋疊好，似捧住點乜嘢沉重嘅東西一樣，重新放回視言嘅面前。視言，我嘅聲音好乾澀。我哋再睇清楚一點，說唔定係邊度搞錯咗。我自己都唔相信呢句話。法律文件上嘅白紙黑字，怎麼會搞錯？但身為一個母親，喺仔仔快要倒下嘅時，我只能選擇當佢最堅固嘅假根支柱，即使我自己亦在發抖。視言抬起頭，眼睛裏滿是血絲。佢接過瓦疊文件，我哋母子倆就住客廳昏黃嘅燈光，逐字逐句地讀住那啲用黑色墨水寫下嘅冰冷嘅謊言。文件寫得好詳細，巨細靡遺，仿佛佩珊早就請咗專人喺我哋身邊記錄我哋嘅一言一行，每一個日期，每一個地點都寫得清清楚楚。佢話視言情緒不穩，證據係去年中秋節回娘家，視言因為工作上嘅事同佢嘅細路起咗幾句爭執，視言大聲咁講咗一句：你唔好再講啦。就咁一句話，被形容成咗語言暴力嘅開端，話佢會喺家人面前失控。佢話視言漠視婚姻，證據係佢經常加班，回到家總係睇起嚟好疲憊，冇心力陪伴佢同孩子。我兒子為咗呢個家冇日冇夜地拼命工作，呢份辛苦到咗佢筆下，竟成咗冷漠嘅罪證。佢甚至仲附上咗幾張照片，照片裏面係視言累倒喺沙發上瞓着嘅樣子，睇起嚟憔悴又頹廢。然後我睇到咗關於我自己嘅部分，架上面寫住：我陳月娥作為婆婆，以愛為名，行控制之實。佢寫：我堅持煮傳統油膩嘅菜式，無視佢現代健康嘅生活方式。呢個係一種飲食控制。
佢寫我俾采妮講我小時候嘅故事，係喺灌輸過時落後嘅價值觀，妨礙孩子嘅國際視野。每一個字都係我熟悉嘅行為，但落喺黑色嘅墨水裏就成咗一條罪狀。我嘅愛被放喺冷光下解剖，貼上標籤，變成咗我唔媽嘅證據。最傷人嘅係嗰一句話：被告之母對其子有住近乎病態嘅依戀，嚴重影響咗夫妻間嘅正常情感交流。病態嘅依戀呢幾個字，好似一根燒紅嘅鐵針，狠狠地刺進咗我嘅心窩。我呢一輩子省吃儉用，把屎把尿，把一個孩子拉拔長大。我以為呢個叫做母愛，我從來唔知道，原來愛亦會生病，會變成一種別人眼中嘅病態。我嘅眼淚終於忍唔住掉咗下嚟，滴喺嗰張紙上，暈開咗黑色嘅墨水。文件嘅最後係佩珊嘅要求，佢要求擁有采妮嘅單獨監護權，佢要求誓言每月支付高額嘅贍養費，然後佢要求我同誓言必須喺判決生效後1個月內搬離呢一間房子。烈士，此坑，此房。我嘅腦子轟嘅一聲，我仿佛又回到咗5年前嘅那個夏天。我企喺我三重那間住咗40年嘅老舊公寓裏，假係我同誓言嘅父親白手起家買下嘅第一個家。牆上仲留住誓言小時候量身高畫下嘅鉛筆痕跡，空氣裏有住陽光曬過棉被嘅安心嘅味道。我仲記得老家狗溫暖嘅木頭地板，踩上去總有種安心嘅聲音。嗰陣時候，誓言同佩珊正準備結婚，想喺內湖買一間大一啲嘅新房子。誓言一臉為難地對我話：媽，我哋嘅頭期款仲差一啲。我冇猶豫，我話：媽，呢度仲有點老本，你哋攞去用。我賣掉咗嗰間充滿回憶嘅老公寓，把所有嘅錢一毛不剩地都俾咗佢哋。我仲記得交出鎖匙俾新屋主嘅嗰日，我回頭睇咗最後一眼，我話俾自己聽，冇關係㗎，為咗兒子嘅幸福，一切都值得。我甚至仲覺得好欣慰，覺得自己幫兒子建立咗一個美滿嘅家庭。我以為我只係換一個地方，繼續守護我嘅仔。我冇諗到，我親手打造嘅呢個新家，最後竟成咗要把我哋母子掃地出門嘅牢籠。媽，對唔住。誓言嘅聲音把我從回憶中拉咗返嚟，佢睇住我，眼睛裏充滿咗痛苦同自責。媽，都係我嘅錯，係我太軟弱啦，我早就該。佢哽咽住，說唔下去。我知道佢想講乜嘢，佢可能想起咗去年佩珊買咗一台昂貴嘅咖啡機，我只係隨口講咗句飲太多咖啡對身體唔好。佩珊當時冇講話，卻冷咗我3日。誓言只係對我講：媽，你就讓佢一下吧。佢總係要我讓一下，讓到最後，我哋連一個家都快要冇啦。我搖搖頭，拍了拍佢嘅手背。傻孩子，呢個唔係你嘅錯。雖然我咁講，但我心裏知道佩珊會變成今日咁。誓言嘅軟弱，或許真係推咗一把。佢總話家同萬事興，退一步海闊天空。我當時亦覺得做長輩嘅讓一下晚輩冇乜嘢，而家先知道有啲事情退讓只會讓對方更得寸進尺。佢攞出手機，顫抖住揾到咗佩珊嘅號碼，撥咗過去。電話響咗好耐，好耐，就喺我哋以為唔會有人接嘅時候，電話被掛斷咗。緊接住手機叮嘅一聲，傳嚟一則信息。誓言點開嚟，架上面只有短短嘅一行字：有乜嘢話，去跟我嘅律師講。手機熒幕嘅光照亮咗誓言那張絕望嘅臉。我知道呢一次佩珊係鐵咗心，要斬斷所有嘅後路啦。讀住嗰啲冰冷嘅指控，我不禁想，難道一個母親嘅愛喺現代人嘅眼中真嘅成咗一種負擔嗎？正在聽我故事嘅你，是否亦曾經歷過咁樣被家人誤解嘅無助時刻？歡迎喺下方留言，分享你嘅故事。
或許知道自己並唔孤單，我哋就能夠揾到更多走下去嘅力量。嗰一夜，我同士賢就咁喺客廳裏坐住，誰也冇講話。時鐘嘅指針從8點走到9點，再走到10點。外面嘅世界車水馬龍，燈火通明，但我哋呢個家卻靜得只剩低心碎嘅聲音。架鍋我燉咗一下午嘅紅燒肉已經徹底涼透咗，凝結嘅油脂像一層白霜。我勸士賢去洗中涼休息一下，佢不動。我把涼掉嘅飯菜拿去熱仔，端到佢面前，佢亦都唔食，佢就只係咁樣坐着，好似一尊冇靈魂嘅石像，眼睛空洞地望住前方嗰份決定佢下半輩子命運嘅文件。我睇住佢，心如刀割。我呢一生最怕嘅就係睇到我兒仔呢個樣子，我該點辦？我一個67歲嘅老太婆，唔懂法律，冇人脈，我能夠點辦？難同真嘅要好似佩珊要求嘅咁樣，帶住仔，似兩個失敗者一樣，被趕出呢個家咩？就喺我感到走投無路，連眼淚都流不出嚟嘅時候，我嘅腦海裏突然浮現出一個名字：曉雯，我嘅女兒。我猶豫啦。巧雯喺新竹嘅科學園區上班，工作好忙，佢仲有自己嘅家庭要照顧，有2個孩子要操心。我呢個做媽嘅，點能夠攞呢種煩心事去打擾佢，讓佢跟住我哋一齊擔心受怕？但係除咗佢，我仲能夠揾邊個呢？我從口袋裏邊攞出嗰支老舊嘅手機，手指顫抖着按下咗嗰個熟悉嘅號碼。電話響咗幾聲，通咗。媽，電話嗰頭傳嚟女兒清脆嘅聲音，背景裏仲有啲嘈雜嘅人聲。點咁夜打俾我？有乜嘢事嗎？我剛跟同事食完飯，我張了張嘴，喉嚨卻似俾乜嘢東嘢堵住咗，一個字亦講唔出嚟。媽，你喺聽嘛？信號唔好嘛？曉雯嘅聲音聽起嚟有啲着急啦。我深吸一口氣，努力讓自己嘅聲音聽起嚟正常一啲。曉雯啊，冇事，媽就係想聽聽你嘅聲音。電話那頭沉默咗幾秒鐘，我女兒係最了解我嘅。佢一定聽出咗我聲音裏嘅不對呢。媽，你係唔係又跟大嫂吵架啦？佢嘅語氣帶住一點點無奈。媽，我跟你講過，大嫂佢係喺國外長大嘅，想法跟我哋唔一樣，你就多讓佢一啲嘛。哥嘅個性你亦知道，你哋2個咁樣，佢夾喺中間好為難。又係呢句話，讓佢一啲。我嘅委屈，我嘅痛苦，我所有嘅不知所措，喺嗰一刻，全都衝咗上嚟。我再亦忍唔住啦，喉嚨裏度發出一聲壓抑不住嘅啜泣。電話那頭瞬間安靜咗落嚟，連背景嘅嘈雜聲都好似消失咗。過咗唔知道幾耐，曉雯嘅聲音再次響起。呢一次，佢嘅聲音唔再係無奈，而係充滿咗一種不容置疑嘅堅定。媽，你喺邊度？屋企嗎？我哽咽住點點頭，先想起佢喺電話那頭睇唔見。哥喺嗎？在。媽，你聽我講。佢嘅聲音又快又清楚。你乜嘢都唔要諗，亦乜嘢都唔要做，把電話俾哥，然後去瞓覺。我而家就返去。而家太晚啦，新竹到台北。媽，你等我，我馬上返去。佢講完就掛咗電話。我把手機遞俾士賢，對佢話：曉雯要返嚟啦。士賢嘅眼睛裏終於有咗一點點光亮。佢接過電話，好似接過咗一根救命嘅稻草。接下嚟嘅1個多小時係漫長嘅等待，我哋母子倆依然靜靜咁坐住，但空氣中嗰種令人窒息嘅絕望，好似被沖淡咗一啲。我哋都喺度等住嗰個從新竹煨嚟嘅微弱嘅光亮。午夜12點剛過，大門嘅電子鎖終於響咗。門一開，曉雯就衝咗進嚟。佢身上仲着住上班嘅套裝，面上戴住風塵僕僕嘅皮季，手裏仲提住一個筆記型電腦包。佢睇咗一眼客廳嘅混亂，睇咗一眼失魂落魄嘅哥哥，然後佢快步走到我面前，二話不說就緊緊咁抱住咗我。我女兒嘅擁抱好溫暖，好有力。
我靠喺佢仲帶住外面涼氣嘅膊頭上，成個人都放鬆咗下嚟，積攢咗一整晚嘅淚水，終於揾到咗出口，無聲咁滑落。媽，美卡，有我返嚟啦！佢喺我耳邊一片又一片地講住，我哋唔會讓佢哋為所欲為噶。佢安撫啦我好一暈，先至轉過身走向佢哥哥。佢睇住視言，眼神裏有心疼，亦有一絲責備。佢拍咗拍視言嘅膊頭，哥，振作點。佢話天仲未冧落嚟。嗰一晚，曉雯冇瞓。佢仔細咁把嗰份離婚起訴狀從頭到尾睇咗一遍，眉頭越鎖越緊。佢一邊睇一邊攞住手機，快速咁查詢住乜嘢。天快亮嘅時候，佢對我哋話：我哋需要一個律師。視言嘅聲音好頹喪，請律師要好多錢。我哋而家錢嘅事，我嚟想辦法。曉雯打斷咗佢，而且我哋而家需要嘅唔係最貴嘅律師，而係最肯為我哋碰命嘅律師。我認識一個喺法律輔助基金會服務嘅廖律師，佢好年輕，但好有正義感。聽日一早，我就帶你哋去揾佢。第二日，我哋見到咗曉雯講嘅廖律師，佢確實好年輕，戴住一副黑框眼鏡，睇起嚟文質彬彬嘅。佢嘅辦公室好小，堆滿咗各種文件，但好乾淨。佢耐心咁聽我哋把事情嘅經過講完，冇插話，只係不停咁喺筆記本上寫住乜嘢。等我哋講完，佢沉默咗好耐，先至抬起頭睇住我哋，表情好嚴肅。楊先生，楊媽媽，佢話呢個係一場硬仗，對方準備得非常充分。呢句說救熄咗我哋心中千燃起嘅一點點希望，但係曉雯冇放棄。佢睇住廖律師，眼神堅定咁話：廖律師，我哋知道呢一個好難，但係我哋係受害者，我哋只係想要一個公道而已。我哥嘅積蓄幾乎都喺共同賬戶裏，而家可能已經被凍結咗。律師費我會先想辦法處理。廖律師睇住曉雯，又睇下我同視言，最後佢點咗點頭。我明白啦，我會盡我最大嘅努力。嗰一刻，我睇住我個女，睇住佢疲憊卻堅毅嘅側臉，我突然覺得，話佢天真嘅仲未冧落嚟，因為我個女為我哋撐起咗一片天。見過律師之後，日子並冇變得比較好過。佩珊那日晚上就搬走咗，佢冇大吵大鬧，只係冷靜地收拾咗幾個行李箱，叫咗一架計程車，就咁離開咗呢個佢住咗將近10年嘅家。自始至終，佢冇再跟我同視言講過一句話，甚至冇去睇采妮一眼，仿佛嗰個孩子亦只係佢想丟掉嘅一件舊行李。采妮留咗落嚟，佩珊話喺法院判決落嚟之前，孩子先由我哋照顧。我知道呢個唔係佢嘅仁慈，而係佢嘅律師教佢嘅策略。一個主動拋下孩子嘅母親喺法官面前係站唔住腳嘅。接下嚟嘅日子，屋企嘅空氣沉重得似梅雨季節嘅棉被，又濕又黏，壓得人喘唔過氣來。視言請咗幾日假，整個人像泄咗氣嘅皮球，常常一個人坐喺客廳發呆，有時候一睇就係一整個下晝。廖律師要我哋準備一啲文件，先係房子嘅所有權狀、視言嘅薪資證明等等。我怕視言睇咗觸景傷情，就跟住曉雯喺視言嘅房間裏面翻箱倒櫃地揾。就喺書櫃嘅最底層，一個積咗灰塵嘅角落裏，我睇到咗一本厚重嘅商簿，深紅色嘅絲絨封面，上面燙金印住一對交錢嘅戒指，嗰係視言同佩珊嘅結婚照相簿。我唔記得有幾耐冇睇過佢啦。自從搬進呢個家，佢就一直被塞喺呢個角落，好似一段被刻意遺忘嘅歷史。媽，你睇呢個做乜嘢？曉雯問我，我冇回答，我只係用袖子擦掉咗封面上嘅灰塵，嗰細細嘅絨毛觸感，仿佛仲帶住尋日嘅溫度。然後我輕輕咁翻開咗第一頁，照片裏係10年前嘅佩珊。佢唱住潔白嘅婚紗，臉上帶住收接又幸福嘅笑容，
眼睛亮晶晶嘅，好似裝住滿天嘅星星。佢挽住視賢嘅手，雀仔依人地靠喺佢身邊。視賢亦係一臉嘅傻笑，嗰係我指呢輩子笑得最燦爛嘅一次。我仲記得婚禮那日，佢跪喺我面前，恭恭敬敬地向我奉茶。佢甜甜地喊我一聲媽，聲音清脆又真誠。佢話媽，以後我會跟視賢一齊好好孝順你。我接過嗰杯茶，心裏係滿滿嘅感動同欣慰。我以為我替個仔揾到咗一個好歸宿，一個溫柔賢惠嘅妻子。我甚至仲把我母親傳俾我嘅假隻玉蹄子，親手俾佢戴上，話俾佢呢個就係我哋家全家嘅寶貝啦。嗰時候嘅笑容，而家寬頭睇，怎麼會如此陌生，又如此諷刺？我一頁一頁地往下翻到一張我哋全家喺新家門口拍嘅合照，咁係我哋剛搬進嚟嘅第一日。照片裏，我、視賢、佩珊三個人笑得好開心。佩珊仲興奮咁張開雙臂，對我話：媽，以後呢度就係我哋嘅王國啦！我哋嘅王國，我當時聽咗，覺得好溫暖。我以為嗰代表我哋會好似一個緊密嘅王國一樣，互相扶持。而家想起嚟，嗰句話聽起嚟，卻讓人背脊發涼。原來從一開始，佢就想當呢個家嘅女王，而我同視賢只係佢王國裏嘅臣民。我嘅手指停在咗一張采妮剛滿月時嘅照片上。嗰時候為咗照顧孫女，我幾乎係24小時待命。有一次，采妮半夜哭鬧不休，我驚嘈到隔人要醒班嘅佩珊，就抱住采妮喺客廳裏走嚟走去，痛咗一成晚。天快亮嘅時候，佩珊走出房間，睇到我抱住孩子，佢冇講咋，只係皺住眉頭說：媽，你咁樣太寵佢啦！國外嘅育兒專家都話，要讓孩子學習獨立，喊咗唔要馬上抱。嗰係我第一次感覺到佢話語裏嘅刺。視賢當時亦在場，佢只係打住呵欠，對我話：媽，佩珊講嘅亦有道理，你去休息一下吧。假就係第一道裂痕，一道細微嘅幾乎睇唔見嘅裂痕，出現喺我同視賢之間。從嗰日起，為咗科學育兒，為咗中西觀念不同，視賢開始喺我同佩珊之間扮演一個和事佬嘅角色。佢總係叫我讓一下，叫我唔好跟年輕人計較。我當時亦覺得，或許係我太老派啦。為咗家庭和諧，我選擇咗退讓。我繼續往下翻相簿，照片嘅色調好似亦隨住時間一點一點地冷咗落嚟。佩珊嘅笑容越嚟越公式化，佢同視賢之間嘅距離亦越嚟越遠。有好幾張照片，佢哋雖然站在一齊，但眼神卻冇交集。我想起咗呢幾年嘅一啲小事。以前視賢每個月都會固定拿錢俾我當生活費，但從3-4年前開始，佩珊話為咗更有效率嘅理財，家裏嘅錢應該由佢統一管理。視賢亦覺得有道理。從嗰之後，我就再也冇攞過兒子嘅錢。我每日去市場買餸，都要跟佩珊拿錢。有時候買貴咗一啲，佢仲會問東問西。仲有以前我哋屋企每個週末都會一齊回三重去睇下嗰啲老鄰居，但佩珊總話佢週末要加班，話係身體唔舒服。久而久之，視賢亦不再提議返去啦。我哋就咁樣慢慢地同我過去嘅生活徹底斷咗聯繫。原來呢一切都唔係突然發生㗎，呢個係一場溫水煮青蛙嘅過程。佩珊用佢所謂嘅現代觀念，用佢嘅溫柔同精明，一點一點咁把視賢從我身邊拉開，把呢個家變成咗佢一個人嘅城堡。而我同視賢都成咗被囚禁喺城堡裏嘅囚犯，卻唔自知。我翻到相簿嘅最後一頁，嗰係一張采妮5歲生日嘅照片。照片裏佩珊笑得好燦爛，手上攞住一個最新款嘅手機，而我企喺最旁邊，身上仲穿住圍裙，笑容有啲疲憊。我想起佢曾得我炫耀，話佢剛啱升上咗化妝品公司嘅區域經理，底下管住好幾個人。我記得嗰日，
我忙咗成日，準備咗一大台菜，但佩珊嘅朋友們嚟啦，幾乎冇人動筷子，佢哋都喺度稱讚佩珊新買嘅手機有幾好用。嗰一刻，我好似明白咗乜嘢。喺呢個家裏，我辛苦付出㗎，永遠比唔上佢隨手買嚟嘅一個名牌包。媽，曉雯嘅聲音輕輕咁喺我身邊響起。佢唔知道乜嘢時候已經踎喺咗我旁邊。佢睇住我，眼睛裏滿係心疼。我慢慢地合上咗嗰本厚重嘅相簿，塵埃好似又重新落定。但呢一次，我心裏邊嘅迷霧卻被吹散咗。我睇住曉雯，眼神唔再係之前嘅彷徨同無助。我話：曉雯，媽，明白啦，我哋一定要奮戰到底。有咗曉雯嘅支持，我同誓言好似重新長翻咗一點力氣。我哋按照廖律師嘅指示，把所有能夠證明誓言對家庭付出嘅證據都揾咗出嚟。每一張繳納水電費嘅收據上面有誓言嘅簽名，每一次采妮學校活動嘅親子照片，照片裏面嘅佢總係笑得呢甜。每一筆匯款俾佩珊娘家嘅記錄，金額不大，卻係持續咗好幾年。我哋把呢啲零碎嘅紙張，好似拼圖一樣，希望能拼湊出一個真實嘅顧家嘅楊誓言，一個與起訴狀上我個冷漠自私嘅男人截然不同嘅形象。一個星期後，我哋再次見到廖律師，佢嘅表情比上一次更加凝重。佢嘅辦公台上多咗一份新嘅文件，佢把嗰份文件推到我哋面前。嗰份文件嘅封面印住幾個粗黑嘅標題字：家庭心理諮商評估報告。呢個係什麼嘢？曉雯先開口問。廖律師推咗推佢嘅黑框眼鏡，沉重地話：呢個係對方律師今日早上啱啱送嚟嘅補充證據，可以話呢個係佢哋手上最關鍵嘅一張黃牌。黃牌！我心裏嬲噔一下，感覺一口氣冇喘上嚟。我哋辛辛苦苦揾咗咁多證據，原來對方仲藏住一張我哋不知道嘅黃牌。廖律師打開文件，翻到其中一頁，遞到我哋面前。呢個係一位叫做莊偉傑嘅家庭心理諮商專家寫嘅報告。佢喺報告裏面指出，經過佢長達半年嘅專業觀察，佢判斷誓言有潛在嘅情緒障礙，喺高壓情況下容易出現攻擊性言行。胡說八道！誓言激動咁企咗起嚟，椅子被佢撞得往後退咗一大步。我連呢個人係邊個都不知道，佢乜嘢時候觀察過我？廖律師示意佢坐低。誓言，你先冷靜。報告裏寫，佢嘅觀察係喺非正式嘅場合下進行嘅，目的就係為咗睇到你哋最真實嘅互動情況。佢話咁樣先至能避免當事人刻意表現出最好嘅一面。接住，廖律師嘅眼神轉向我，佢嘅目光裏帶住一絲不忍。楊媽媽，報告裏亦提到咗你。佢把文件又往我呢邊推咗推，我低下頭。睇到嗰上面寫住嘅字，案主之母陳月娥女士展現出強烈嘅病態共依附症候群，對其只有過度嘅情感投射與控制欲。佢嘅存在係破壞該家庭夫妻關係與親子互動嘅關鍵因素。為咗孩子嘅心理健康，建議應使其與祖母保持安全距離。安全距離。我嘅腦子嗡嗡作響，我辛苦拉拔大嘅子，我捧在手心裏疼嘅孫女。而家一個所謂嘅專家，竟然建議我要跟佢哋保持安全距離。呢句話比罵我打我仲要殘忍，呢個比直接拿刀捅我仲難受。呢個莊偉傑到底係邊個？曉雯嘅聲音亦因為憤怒而顫抖。佢憑乜嘢寫出呢種東嘢？佢有乜嘢證據？廖律師嘆咗口氣，翻到報告嘅最後一頁，嗰度附住那位專家嘅簡介同照片。佢係業內小有名氣嘅專家，出過幾本書，亦上過電視節目，學歷、證照，所有資料睇起嚟都完美無缺。我嘅視線落喺咗嗰張照片上，照片裏邊嘅男人大約40多歲，穿住體面嘅西裝，戴住一副金邊眼鏡。對住鏡頭露出自信又溫和嘅微笑，係佢。
我嘅心臟似係俾人狠狠地轉住，幾乎停止咗跳動。媽，你點了？曉文察覺到我嘅異樣，緊張咁問。我指住那張照片，嘴唇震抖着，卻一個字亦講唔出嚟。我認識佢，事然突然開口，佢嘅聲音充滿咗震驚同難以置信。佢係佩珊嘅客戶。不，佩珊話佢係佢嘅事業夥伴。事業夥伴。我嘅記憶一下子被拉回到咗半年前。嗰日係週末，佩珊話要請一位重要嘅事業夥伴嚟家裏邊食飯。佢特地囑咐我要多準備幾道拿手好菜。嚟嘅就係照片裏邊呢個男人莊偉傑。佢非常有禮貌，一進門就對我鞠躬，說伯母好，辛苦您啦。佢帶嚟一盒昂貴嘅進口水果，笑住話：聽佩珊話，伯母您燒嘅菜係天下第一美味。嗰一整晚，佢都表現得非常得體。佢會稱讚我嘅紅燒肉老得入味，會跟事賢聊一啲科技業嘅話題，仲會逗彩妮開心。佢俾人嘅感覺就係一個事業有成又懂得人情世故嘅成功人士。我當時仲覺得佩珊能有咁樣嘅朋友真唔錯。從嗰夜之後，佢又陸陸續續嚟過我哋屋企幾次。有時候係佩珊請佢嚟食飯，有時候係佢哋兩人坐喺客廳裏討論住我聽唔懂嘅投資計劃。而家諗起嚟，每一次佢睇住我哋一家人嘅眼神，都帶住一種若有所思嘅，仿佛在評估乜嘢嘅探究。佢問我嘅每一句說，看似關心，其實都喺度刺探。伯母，事賢平常喺屋企話多嗎？睬你嘅個性係比較似爸爸定係媽媽呢？睇嚟伯母您真係好聽事賢，乜嘢事都幫佢打理得好好嘅。原來如此。原嚟嗰啲睇似溫馨嘅家庭聚餐，其實係一場精心佈置嘅騙局。原來我哋一家人喺佢嘅眼裏，只係一群供佢觀察同分析嘅研究對象。佢食嘅每一口飯，飲嘅每一口茶，都係為咗拼湊出呢份可以徹底毀掉我哋嘅報告。一股惡心嘅感覺從我嘅胃裏翻湧上嚟，我感覺到一陣天旋地轉。媽，曉文同事賢同時扶住咗我冇事，我擺擺手撐住台站穩。我嘅悲傷喺嗰一刻全都轉化成咗滔天嘅憤怒。我唔再震抖，亦不再流淚。我嘅心前被掟進咗冰窖，冷得徹底，亦都硬得徹底。我睇住廖律師一字一句咁話：廖律師呢個人數嘅每一個字都係謊言，佢係佩珊嘅同伙。廖律師嘅表情變得極度嚴肅。楊媽媽，您講嘅係真㗎？千真萬確，我話，但係我哋冇證據。廖律師沉默咗，佢睇住嗰份報告，睇住上面莊偉傑完美嘅履歷，睇住嗰啲用專業術語堆砌出嚟嘅睇起嚟無懈可擊嘅謊言。我知道佢心裏喺度諗乜嘢。喺法庭上，法官會相信邊個？係相信一個睇起嚟情緒激動嘅老婆婆，定係一個有頭有臉、說話有條有理嘅心理專家？答案不言而喻。佩珊嘅呢張黃牌幾乎把我哋逼上咗絕路。開庭嘅嗰一日，天氣陰沉沉嘅，就似我嘅心一樣。我、事賢同曉文，我哋三個人加上廖律師，提早半個小時就到咗法院。法院嘅大樓好高，好肅穆，灰色嘅牆壁讓人感覺到一種冰冷嘅壓迫感。走入去，連說話都不敢太大聲，腳步聲喺空曠嘅走廊裏回蕩住，聽起嚟格外孤單。我哋走進法庭，裏面已經坐咗一啲人。佩珊同佢嘅律師坐喺我哋嘅對面。佩珊今日着咗一身素雅嘅米白色套裝，化咗淡妝，長長嘅頭髮柔順咁披在肩上，睇起嚟憔悴又柔弱。佢嘅旁邊坐着嗰個專家莊偉傑，佢仲係一副斯文得體嘅樣子，睇到我哋，甚至仲微微地點咗一下頭，嘴角掛住一抹難以捉摸嘅微笑。咁微笑似係講到：你哋逃唔出我嘅手掌心。我嘅手不自覺咁握成咗拳頭，指甲深深咁陷進咗掌心裏。法官進嚟啦，係個睇起嚟好嚴肅嘅中年男人。所有人都企起嚟，然後坐低。
整個法庭裏，除咗翻動文件嘅沙沙聲，就只剩低沉重嘅寂靜。佩珊嘅律師先發言，佢係個睇起來好精明嘅中年男人，說話嘅聲音唔大，但每個字都似一粒磨得鋒利嘅石子，擲地有聲。佢先係陳述嗰啲所謂嘅證據，事然喺梳化上瞓住嘅照片，被佢講成係對家庭冷漠、逃避責任。事然嘅信用卡賬單上面有幾筆金額較大嘅消費，被佢講成係揮霍無度、不負責任。嗰啲消費我記得清清楚楚，一次係佩珊話要換新嘅梳化，一次係采妮學校嘅註冊費，仲有一次係佩珊話佢娘家媽媽生日要買一個名牌包當禮物，但喺佢嘅嘴裏面都成咗我個子一個人嘅罪過。然後輪到事然接受質問，我就係佢就係太老實啦。對方嘅律師問佢：楊先生，你是否承認你經常因為工作壓力而對你嘅妻子蔡佩珊女士態度冷淡？事然想咗想，老實咁回答：我工作確實好攰，有時候返到屋企可能話比較少。律師立刻捉住咗佢嘅碎餅。所以你承認咗你嘅冷淡，係嗎？承認你因為自己嘅壓力而忽略咗妻子嘅情感需求。我唔係嗰個意思。事然急住想解釋，但已經來唔切啦。律師又問：喺你母親陳月娥女士嘅眼中，你是否係一個完美嘅、從唔犯錯嘅兒子？呢個問題太陰險啦。事然點樣回答都係錯㗎。佢話係就係自大。佢話唔係，就等於承認自己有錯。事然結結巴巴地話：我媽，佢當然好疼我，但係思兒得，所以喺你母親嘅庇護下，你從來唔覺得自己需要為家庭嘅矛盾負任何責任，對嗎？因為喺你心裏永遠都係別人錯，你同你母親永遠係啱嘅，唔係嘅，唔係咁樣嘅。事然嘅聲音因為激動而提高咗。法官大人，對方律師立刻轉向法官：您睇到了，被告嘅情緒非常容易激動。我睇住我仔坐喺架度，面漲得通紅，手足無措，好似一個做錯事嘅孩子。佢明明係受害者，卻被一步一步地引導成咗一個加害者。我嘅心好似被一隻手緊緊地揪住。痛得快要不能呼吸，接住輪到我了。我深吸一口氣，話俾自己一定要冷靜，唔好中咗佢哋嘅圈套。曉文喺開庭前仲特地叮囑我，不管對方講乜嘢，都要心平氣和。我走上證人席，手放喺聖經上宣誓，我嘅手心裏全係冷汗。佩珊嘅律師帶住那種貓捉老鼠嘅笑容走到咗我面前。陳月娥女士，佢開口了，請問你兒子嘅三餐是否都係由你親手準備嘅？係，我回答。佢每日着嘅衣服是否亦係由你親自清洗、燙平嘅？係。佢房間嘅整潔是否亦係由你一手包辦嘅？係。佢點點頭，轉向法官。法官大人，各位都聽到咗，一個40歲嘅男人生活起居，竟然仲需要60幾歲嘅母親如此無微不至咁照料，呢個難道唔係一種極端嘅控制咩？一種讓成年嘅仔無法獨立嘅行為咩？我嘅腦子轟嘅一聲，我對兒子嘅愛，我對呢個家嘅付出，到咗佢嘅嘴裏，竟然成咗控制。我唔係控制，我忍唔住反駁。我只係心疼我嘅仔，佢工作咁忙，我幫佢分擔一啲家務，有乜嘢唔啱？心疼？律師冷笑一聲，心疼到連佢同妻子之間嘅私事，你亦要干涉嗎？請問你是否曾經喺你個仔嘅臥室裏發現不該由你發現嘅夫妻間嘅私人用品？呢個問題太惡毒啦，太羞辱人啦。我記得係有咁一次。我幫佢哋整理房間，睇到床頭櫃上放住一啲夫妻情趣用品，我當時覺得好尷尬，就默默地幫佢哋收進咗抽櫃桶裏。呢件再正常不過嘅家務事，而家卻俾佢攞到咗法庭上，用一種污糟嘅、
充滿暗示嘅口氣說出嚟。我只係幫佢哋整理房間，我嘅聲音喺發抖。所以你承認咗？律師步步緊逼，你承認你會進入佢哋嘅臥室，窺探佢哋嘅隱私？你係咪覺得你嘅媳婦配唔上你嘅仔，所以要時時刻刻監視佢哋？唔係窺探，我冇。咁請問，你是否認為你嘅媳婦蔡佩珊女士喺照顧你兒子呢方面做得非常失敗？我冇咁講，但你嘅行為就係咁表現㗎。你唔信任佢，你覺得只有你自己先至能夠把你嘅寶貝兒子照顧好。喺你眼裏，冇任何一個女人配得上你完美嘅仔，對唔啦？你胡說。我嘅理智喺嗰一刻徹底斷咗線。曉文嘅叮嚀，廖律師嘅眼神示意，我全都睇唔知啦。我從證人席上企咗起嚟，指住對面嗰個一臉無辜，甚至仲喺度偷偷用手帕擦拭眼角嘅佩珊，用盡我全身嘅力氣嘶吼了出嚟。你胡說，係佢，係呢個女人，佢先至係嗰個毀咗我仔，毀咗我哋屋企嘅人。整個法庭鴉雀無聲，我睇到佩珊嘅嘴角勾起咗一抹幾乎睇唔見嘅勝利嘅微笑。我睇到嗰個專家莊偉傑推咗推佢嘅金邊眼鏡，滿意地點了點頭。我睇到我個仔史然痛苦咁閉上咗眼睛，然後我聽到咗法官假冰冷嘅不帶一絲感情嘅聲音，伴隨着木錘重重落下嘅聲音。肅靜，證人，請控制你嘅情緒。我全身嘅力氣好似都被抽乾啦，我坦然地坐翻喺凳上。我知道我輸咗，我用我最失控、最狼狽嘅樣子，親手印證咗佢哋為我編織嘅所有謊言。那日走出法院，整個台北嘅天空仿佛都灰晒。我覺得我輸咗，輸得一敗塗地。當人們只願意相信佢哋想睇見嘅，所有嘅解釋都變得蒼白無力。如果你仲聽到呢度，請幫我喺底下留言一個1，讓我知道喺呢條漫長嘅路上，仲有人與我同行。你嘅存在係我講完最後，亦係我自己都冇諗到嘅結局嘅最大動力。整時從法院回嚟之後，我就病倒啦。唔係乜嘢大病，就係覺得全身提唔起力氣，骨頭縫裏都透住一股寒氣。我整日昏昏沉沉嘅，食唔下亦瞓唔好。曉文不放心，得地請咗幾日假，留喺家照顧我。事然則係把自己關喺房間裏，除咗食飯時間，幾乎唔出嚟。我偶爾經過佢房門口，會聽到裏面傳嚟滑鼠點擊嘅聲音，好輕，好寂寞。我知道我哋都喺度等住最後嘅判決日到嚟。感覺就似一個被判咗死刑嘅囚犯喺等待行刑嘅嗰一日，冇憤怒，冇不甘，只剩低麻木嘅無邊無際嘅絕望。整個家大得似一座空蕩蕩嘅舞台，而我哋係3個即將謝幕嘅悲傷嘅演員。廖律師打過幾次電話嚟，講咗一啲安慰同鼓勵嘅話。佢話法官嘅判決唔一定完全採信對方嘅說辭，佢話事情也許仲有轉圜嘅餘地，但我心裏清楚，希望唔大啦。我喺法庭上個失控嘅樣仔，就好似最後一根稻草，壓垮咗我哋所有微弱嘅辯解。我親手把自己變成咗一個佢哋口中嗰個情緒不穩嘅病態嘅母親。我甚至能想象，法官喺寫判決書嘅時候，腦海裏浮現嘅就係我嗰張纖縈又狼狽嘅臉。判決日嘅前一日晚上，曉文端咗一碗熱粥到我床邊，媽，食一啲吧，你都一日冇食嘢啦。我搖搖頭，媽食唔下。曉文把粥放喺床頭櫃上，坐喺我床邊，握住我冰冷嘅手。佢嘅手好溫暖，好乾燥，讓我想起我先生仲在世嘅時候。媽，佢輕輕咁話，不管聽日結果點樣，我哋都仲係一家人。我跟哥都會陪住你㗎，大不了你就搬嚟新竹跟我住，我照顧你。我點點頭，眼淚又不爭氣地流咗落嚟。係媽唔好，我哽咽住話，係媽喺法庭上太衝動啦，害咗你哋。
媽，呢個唔怪你。曉雯幫我擦掉眼淚，聲音裏帶住一絲憤怒。換作係我亦冇辦法忍受嗰種羞辱。佢哋就係故意噶，佢哋算準咗你愛子心切，故意用最惡毒嘅話嚟刺激你。我哋母女兩話講咗一陣話，曉雯睇我情緒好一啲啦，先至扶我躺低，幫我揩好鼻子。媽，你好好瞓一覺，聽日我哋一齊去面對。我了一聲，閉上咗眼睛，但我點可能瞓得着？夜深了，整個家都安靜咗落嚟。我瞓喺床上，擘住眼睛，睇住窗外透進嚟嘅微弱嘅月光。我嘅腦子裏似走馬燈一樣閃過采妮從出生到而家嘅每一個畫面。佢剛出生時，小小嘅、皺巴巴嘅，是個小老頭。佢第一次對我笑，露出冇牙齒嘅牙丫。佢第一次開口喊媽媽。佢第一次搖搖晃晃咁走路，撲進我嘅懷裏。我諗起有一次教佢包水餃，佢嘅小手沾滿咗麵粉，認真咁黏住餃子皮，捏出嚟嘅餃子奇形怪狀。佢卻驕傲咁舉起嚟俾我睇，話：阿媽，呢個係俾你食嘅。假啲畫面咁清晰咁溫暖，但一想到聽日過後，我就可能再亦冇辦法好似而家咁樣，每日睇到佢，每日抱抱佢，我嘅心就痛得似係被撕開咗一樣。我輕輕咁掀開被子，下咗床，我光住腳踩喺冰冷嘅地板上，似個幽靈一樣，悄悄地走到咗采妮嘅房門口。我輕輕地推開咗一道門縫。房間裏冇開燈，只有窗簾縫隙透進嚟嘅一點點月光，灑喺采妮嘅小面上。佢瞓得好熟，長長嘅睫毛喺面上投下一小片陰影，嘴角仲微微咁上揚，唔知道做乜嘢美夢。我走入去，喺佢嘅床邊慢慢地冚咗下嚟。我就咁靜靜咁睇住佢，想把佢而家嘅樣深深咁刻進我嘅腦海裏。我嘅眼淚終於仲係無聲咁落咗落嚟，一滴一滴掉咗佢枕頭邊嘅鼻子上。也許係感覺到咗我嘅悲傷，采妮喺睡夢中輕輕地動咗一下，佢嘅小手喺枕頭底下摸索住，好似喺度揾乜嘢嘢。我以為佢係撞穩佢嘅隻泰迪熊，但佢摸出嚟嘅唔係熊，而係一台平板電腦。假係一台舊款嘅平板電腦，我記得係事然好幾年前買俾佢嘅生日禮物。白色嘅外殼已經有啲泛黃，熒幕嘅角落仲有一道明顯嘅裂痕。我記得嗰道裂痕係佢有一次不小心從沙發上摔落去造成嘅，佢為此仲喊咗好耐。我有啲疑惑，我記得上個月佩珊才啱啱俾佢買咗一台最新款嘅粉紅色嘅平板電腦。嗰個新嘅就放喺書台上充電，點解采妮瞓覺嘅時候卻係抱住呢台又舊又破嘅？我伸出手想幫佢把平板電腦拿開，怕佢翻身嘅時候壓壞咗。我嘅指尖啱啱碰到你冰冷嘅熒幕，采妮嘅小手卻突然喺睡夢中把嗰台平板電腦抱得更緊仔。佢嘅眉頭微微皺咗一下，嘴裏仲發出咗一點模糊嘅兜語。咁係一種極度依賴、極度保護嘅姿態。我停低咗動作，我突然覺得呢台舊平板對佢嚟講，好似唔只係一個玩具咁簡單。佢好似藏住乜嘢屬於佢嘅小秘密。但嗰時候嘅我，心裏裝滿咗悲傷同絕望，根本冇力氣去深思呢件小小嘅怪事。我只以為講不過係孩子對舊玩具嘅一種特殊嘅情感依戀。就好似佢嗰隻耳爪快掉下嚟嘅泰迪熊一樣。我俯下身喺采妮溫暖嘅額頭上輕輕地親咗一下。采妮，我嘅乖孫女，我喺心裏默念住，不管發生乜嘢事，阿媽都永遠永遠愛你。我唔知道嗰個被我嘅孫女緊緊抱在懷裏嘅破舊嘅平板電腦裏，竟然藏住一個足以改變我哋所有人命運嘅驚天動地嘅秘密。我站起身，悄悄地退出咗房間，關上咗門，準備去迎接我人生中最黑暗嘅一日嘅到來。宣判嘅日子終究仲係嚟啦。嗰一日，台北嘅天空依然係灰蒙蒙嘅。
我哋走進法庭，空氣比上一次更加凝重，冰冷得似是要把人嘅骨頭都凍住。我坐喺凳上，雙手交握放喺膝襟上，手心裏卻感受唔到一絲溫度。我已經唔抱任何希望啦。我只係喺度諗，等一下宣判完，我該點去安慰誓言？我哋要搬到邊度去？采妮，采妮，以後我仲能夠見到佢咩？法官走咗入嚟，神情嚴肅，佢戴上老花眼鏡，打開咗面前嗰厚厚嘅一沓文件。我嘅心縮成咗一團。關於原告蔡佩珊女士與被告楊仕賢先生嘅離婚訴訟，以及未成年子女楊采妮之監護權歸屬，本庭經審理雙方所提證詞與證物後，之宣判如下。法官嘅聲音平穩而冇感情，每一個字都似一粒釘子，把我釘死喺絕望嘅十字架上。經查，被告楊仕賢先生確實有情緒不穩之傾向，其母陳月娥女士亦對其家庭生活產生過度干涉之行為。再者，原告方所提出之專家證人莊偉傑先生嘅專業評估報告內容詳實，具備高度參考價值。報告中指出，被告之家庭環境不利於未成年子女嘅心理健康發展。我低下頭，閉上咗眼睛，結束咗，一切都結束咗。我聽見對面傳嚟佩珊壓抑嘅細微嘅啜泣聲，我知道嗰係演出嚟嘅。佢旁邊嘅莊偉傑正用一種悲天憫人嘅眼神睇住我哋，嗰眼神虛偽得令人作嘔。綜上所述，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本庭裁定。法官舉起咗佢手中嘅木錘，我睇住嗰支即將落下嘅木錘，準備迎接嗰句會將我嘅人生徹底擊碎嘅判決。等一下，一個聲音突然響起，假聲音好小，好稚嫩，卻似一道閃電，瞬間劃破咗整個法庭嘅死寂。所有人嘅目光都猛地轉向咗聲音嘅來源。喺法庭那扇厚重木門嘅門縫裏，站住一個小小嘅身影，係采妮。佢一個人，身上仲穿住國小嘅制服，背住書包，小面因為緊張而漲得通紅。我嘅腦子一片空白。采妮，佢點會喺呢度？係邊個帶佢嚟嘅？仕賢嘅反應最快，佢臉上嘅絕望瞬間變成咗震驚同恐慌。采妮，你喺呢度做乜嘢？快出去！佢着急咁大嗌。佩珊臉上嘅悲傷表情亦僵住啦，取而代之嘅係一種極度嘅驚慌。佢對佢嘅律師使咗個眼色。法官大人，佩珊嘅律師立刻企起嚟。呢不合程序，未成年人唔應該出現喺呢度，請庭警將孩子帶嚟現場。采妮被父親嘅吼聲同法庭嘅騷動嚇得縮咗一下膊頭，但佢冇後退，佢小小嘅身子從門縫裏擠咗進嚟，一步一步地走進咗呢個本不該屬於佢嘅冰冷嘅世界。佢嘅腳步聲，靠，清晰地回蕩喺空曠嘅大理石地板上。佢冇睇我，佢冇睇佢驚慌失措嘅父親，亦冇睇佢面色發白嘅母親。佢只係直直咁睇住坐喺最高處嘅嗰個手裏仲舉住木錘嘅法官。法官大人，采妮嘅聲音帶住一絲顫抖，卻清晰地傳到咗法庭嘅每一個角落。對唔住，打擾啦。法官愣住啦，佢放下咗木錘，身體微微前傾，睇住眼前呢個突然闖入嘅小女孩。佢嘅眼神從原本嘅嚴肅變得有啲柔和。小妹妹，你係邊個？點會嚟呢度？我叫楊采妮。采妮回答：我係自己嚟嘅，我請隔籬嘅張奶奶帶我到門口，然後自己跑入嚟嘅。佩珊嘅臉色已經唔能夠用蒼白嚟形容啦。莊偉傑假自信嘅微笑亦徹底從佢臉上消失。法官睇住采妮，語氣盡量溫和地問：采妮，你嚟呢度有乜嘢事嗎？采妮深吸咗一口氣，好似喺鼓起全身嘅勇氣。佢話：法官大人，我可以俾您睇一個東西嗎？佢頓咗頓，用盡力氣講出咗嗰句改變一切嘅話：一個我媽媽唔知道嘅秘密。我媽媽唔知道嘅秘密。
呢句話好似一粒炸彈喺寂靜嘅法庭裏轟然引爆。佩珊嘅律師再次跳咗起嚟，荒唐！法官大人，呢個太荒唐啦！一個孩子嘅童言童語點能夠當作證據？肅靜！法官重重地敲咗一下木錘，佢嘅眼神變得銳利起嚟。佢睇住佩珊同佢嘅律師，假眼神像係喺度講：你哋在害怕乜嘢？然後佢轉向采妮，話：采妮，你想俾法官大人睇乜嘢？采妮從佢嘅小書包裏攞出咗一樣東嘢，係架台舊嘅熒幕有裂痕嘅白色平板電腦。佢走到法庭記官嘅台子旁邊，把平板電腦遞咗過去。叔叔，可以幫我把呢個接到嗰個大電視上面咩？佢指住牆上嗰個巨大嘅熒幕，話：先是沙子，自倒先至，自倒先至，不行！佩珊終於失控地尖叫了起嚟。不可以，反對無效。法官嘅聲音帶住不容置疑嘅權威。書記官，照佢講嘅做。法庭嘅工作人員迅速咁接好咗線路，牆上嘅大熒幕閃爍咗一下，然後出現咗采妮瓦台舊平板嘅主畫面。整個法庭，所有人嘅呼吸都好似停止咗。熒幕上出現咗一段影片嘅縮圖，畫面上係我哋家客廳嘅梳化。播放吧，法官話。采妮伸出佢小小嘅食指，喺嗰塊有裂痕嘅熒幕上輕輕地點咗一下。影片開始咗，鏡頭有啲晃動，角度好低，好似係從客廳角落嗰盤大盆栽後面偷拍嘅。假係采妮玩捉迷藏時最中意躲嘅地方。接住兩個人影走進咗鏡頭，係佩珊同那個專家莊偉傑。影片裏嘅佩珊冇着住法庭上嗰身素雅嘅套裝，而係一件性感嘅絲質睡衣。莊偉傑一走進嚟，就從背後抱住咗佢，親吻住佢嘅背。整個法庭響起一片壓抑嘅驚呼聲。我捂住咗嘴，幾乎無法呼吸。視然嘅面喺一瞬間失去咗所有血色。然後影片裏的人開始講話啦，聲音喺寂靜嘅法庭中清晰得可怕。係莊偉傑嘅聲音：你確定你嘅計劃萬無一失？你嗰個笨老公，仲有嗰個老太婆都冇起疑心吧？佩珊嬌笑了一聲，佢嘅聲音甜得發嚟，卻又毒如蛇蠍。放心啦，楊仕賢那個窩囊廢，我講乜嘢佢信乜嘢。至於嗰個老太婆更好對付，只要威脅唔俾佢睇孫女，佢就嚇到乜嘢都聽我噶啦。影片繼續播放，佩珊躺喺莊偉傑嘅懷裏，話：報告寫得點樣樣啦？夠唔夠嚴重？莊偉傑笑住話：當然，我把佢寫成一個有暴力傾向嘅情緒障礙患者，把你婆婆寫成一個有病態控制欲嘅老巫婆，再加上你上次故意激怒佢，讓佢喺法庭上大吼大叫嘅表現，法官唔相信都難。佩珊滿意咁話：太好啦，等判決落嚟，房子歸我，孩子嘅監護權亦歸我，我哋就把房子賣啦，攞住楊仕賢戶頭裏邊嘅錢，一齊去加拿大，再也冇人能煩我哋啦。錢都轉出嚟嗎？差唔多啦，佢真係個傻仔。我話要做投資，佢就把網路銀行嘅密碼都俾我啦。影片嘅最後係兩個人舉起紅酒杯，得意地大笑住，然後擁抱喺一齊，熱情咁親吻。影片結束，熒幕變黑，整個法庭陷入咗一片死一樣嘅寂靜，假麻寂靜，持續咗將近10秒鐘，然後似是火山爆發一樣，所有嘅聲音喺同一時間炸開咗，捉住佢哋，冇讓佢哋跑啦。魏靜嗰邊，魏靜。我睇到佩珊同莊偉傑面色慘白咁從凳上跳起嚟，驚慌失措地想往外跑。我睇到我仔子仕賢從震驚中回過神來，眼睛裏迸發出滔天嘅怒火。而我只係呆呆咁坐着，睇住嗰個站喺熒幕前小小嘅卻似個巨人一樣嘅身影。我嘅孫女楊采妮就喺一片混亂中。法官那充滿咗震怒嘅聲音，伴隨住一聲驚天動地嘅木錘聲，響徹咗整個法庭。肅靜，來人。
把假對男女俾我當場逮捕。法庭上嘅混亂，我其實記唔太清楚啦。我嘅記憶好似係被切成咗一片一片嘅。我只記得法警們迅速上前，捉住咗正想往外衝嘅佩珊同莊偉傑。我記得佩珊那張曾經美麗驕傲嘅臉龐，喺手銬冰冷嘅金屬聲中徹底扭曲，只剩下狼狽同怨毒。我記得莊偉傑仲想辯解乜嘢，但冇人再聽佢講話啦。我記得事賢衝過去，緊緊地抱住咗采妮，一個40歲嘅大男人，喊得似個孩子。而我喺曉雯嘅依附下，慢慢咁，一步一步咁走向我嘅孫女。我蹲低身，把佢哋父女倆一齊擁進我呢個老太婆嘅懷裏。假場風暴就咁過去啦。後續嘅事情都係曉雯同廖律師處理嘅。佩珊同莊偉傑因為偽證、詐欺同誹謗等多項罪名都被判咗刑。法院撤銷咗佩珊嘅離婚訴訟，並且喺事賢嘅反訴下判准咗佢哋離婚。采妮嘅監護權當然係判俾咗事賢。嗰間位在內湖、充滿咗冰冷回憶嘅大房子，我哋把佢賣咗。我哋搬到咗一個離曉雯家不遠嘅社區，一間小小嘅卻好溫馨嘅公寓。呢度冇冰冷嘅瓷磚地，而係溫暖嘅木頭地板。踩上去總有種安心嘅聲音，陽光可以從大大嘅窗戶灑進嚟，照亮空氣中飛舞嘅細細嘅灰塵。事賢亦變咗。佢辭去咗那份壓力巨大嘅主管工作，換到咗一家小公司。雖然薪水少咗，但佢每日都能準時下班。佢開始學住下廚，雖然做得仲冇有我好，但佢會笑住話：媽，你試試睇，我今日呢個紅燒肉係唔係有點你嘅味道啦？佢臉上嘅笑容變多咗，膊頭亦好似挺直咗。日子就咁平靜地一天一天地過去。一個天氣好好嘅周末下午，我帶住采妮到樓下嘅公園玩。佢蕩住川川，囉哥嘅笑聲好似銀鈴一樣。我坐喺長椅上睇住佢，心裏係滿滿嘅感謝。有一個問題我一直放喺心裏，卻始終冇問出口。今日我覺得係時候啦。采妮，我等佢從斗斗上跳下嚟，跑到我身邊時，先輕輕咁問佢：阿媽可以問你一件事嗎？乜嘢事？佢仰住洗臉，清澈嘅眼睛睇住我。嗰日喺法院那段影片，我斟酌着用詞，你點解會錄低嗰段影片呢？采妮沉默咗一下，佢踢住腳下嘅小石子，好似喺回憶一件好遠嘅事。因為佢小聲咁話，我睇到阿媽一個人嘅時候，成偷偷喊，我嘅心揪咗一下。佢繼續話，仲有，我亦都唔中意嗰個莊叔叔。媽媽在嘅時候，佢都笑笑嘅，但有一次，媽媽去上廁所，我睇到佢睇住爸爸同阿媽嘅眼神，好唔一樣，好奇怪，唔係好嘅嗰種奇怪。一個9歲嘅孩子。佢或許唔懂乜嘢係陰謀，乜嘢係算計，但佢能感覺到最原始嘅善意與惡意。可是，寶貝，我摸摸佢嘅頭，你點解冇話俾阿嫲，亦冇話俾爸爸呢？采妮低下頭，聲音更細啦。因為影片裏面，媽媽話阿媽同爸爸好笨，唔會知道噶。我以為嗰係一個唔能夠講嘅秘密。我怕我講咗，媽媽會更生氣，會對阿媽更唔好。原來係咁樣，呢就係孩子最單純嘅邏輯。佢錄低咗罪證，佢因為影片裏嘅一句話而選擇咗默默守護呢個秘密。咁你後嚟點解又決定要攞出嚟呢？我問咗最後，亦係最重要嘅問題。采妮抬起頭，眼神突然變得好堅定。因為嗰日我聽到爸爸跟姑姑喺講電話，爸爸喺度喊，佢話法院要把我判俾媽媽，以後阿媽就不能跟我住啦。佢嘅眼眶紅咗。我唔要跟阿媽分開，阿媽唔是壞人，爸爸亦唔係壞人，佢哋先至係。佢握緊咗小拳頭，所以我一定要把證據攞俾法官睇。我相信法官大人係好人，佢睇咗就會明白啦。我再也忍唔住啦，
我把我嘅小英雄緊緊地抱在懷裏，我嘅眼淚滴喺佢嘅頭髮上。呢段時間以嚟，我一直活喺失敗嘅母親嘅指控裏，我懷疑過自己，否定過自己。但此刻，我懷裏呢個小小嘅身軀，就係我呢一生從未失敗過嘅最有力嘅證明。我養育咗一個善良、敏銳、懂得分辨是非嘅孩子，一個為咗保護家人，敢獨自闖進法庭嘅勇敢嘅女孩。嗰日晚上，曉雯帶住丈夫同孩子亦過嚟食飯。我哋小小嘅客廳裏擠滿咗人，卻一啲亦都唔覺得擁擠，只覺得溫暖。睇住仕言同曉雯嘅丈夫喺廚房裏面幫忙，聽住孩子們嘅嬉鬧聲，我坐喺梳化上，心裏面係前所未有嘅平靜。我叫陳月娥，今年67歲。我曾經以為我嘅人生已經走到咗盡頭，只剩低失敗同痛苦。但呢場風暴過後，我先至真正明白咗一啲事情。我想對天下所有好似我一樣嘅父母話，我哋嘅愛係天底下最無私嘅東野，但有時候愛得太滿，反而會讓孩子失去自己成長嘅空間。真正嘅愛唔係為佢哋擋下所有嘅風雨，而係教會佢哋如何喺風雨中自己站穩腳步。我亦想對天下所有好似我兒子一樣嘅子女話，孝順從來唔係無條件嘅順從同沉默。當你睇見家人受到委屈時，你嘅挺身而出，你嗰份分辨是非嘅勇氣，先是係對父母養育之恩最深厚嘅回報。最後，我想對所有喺呢個現代社會中努力生活嘅人話，呢個世界有太多嘅誘惑，會讓人迷失喺金錢同慾望裏，就好似佩珊一樣。但請永遠唔好忘記，有啲嘢係再多金錢亦買唔到嘅，假就係良知，係誠信，係人心底最根本嘅善良。只要守住呢啲，就算遇到再大嘅風浪，我哋亦總能揾到回家嘅路。就好似我嘅孫女采妮，用佢假粒最單純嘅心，為我哋照亮咗回家嘅路一樣。陳月娥阿媽嘅故事到呢度就講完啦。您點睇采妮最後嘅決定呢？如果您係佢，會做出不一樣嘅選擇嗎？歡迎您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想法。您嘅每一則留言，我都會用心閱讀。如果呢個故事曾讓你深思，或觸動咗你內心嘅某個角落，請別忘了為佢點一個讚，分享俾你認為同樣會被感動嘅人，並且訂閱呢個頻道，先至唔會錯過我哋接落嚟嘅每一個故事。期待喺下一個故事裏同你再會。我哋係靜心人生道，用一則則故事陪你走過歲月，揾返內心嘅安定與溫柔。跨時本山數人無理掙扎，雲猛炸，雲猛也，雲猛炸，公炸，雲猛炸，雲猛炸，年照其次掙扎，雲猛炸，年照公炸，雲猛炸。